枝叶之叶，曾在之在，带来了凉风。八宝送当前，第一题的题目也写上，写大字点，别照格子写。第二题的题目也写上，写人不算人，一点天盖先，写整行的。是圆不算圆，写快点。我把第二句抄在那儿。一点天盖先。猜到答案的图。怎么站着的徒儿还一脸的疑惑相啊？答案不确定。实现已知，把反差擦掉两句。擦掉都两句都擦掉，全部擦掉。坐着的徒儿啊，给站着的徒儿掌声鼓励鼓励。站着的徒儿啊，我心中的答案是对的吗？是错的吗？为师不问呢。为什么不问呢？因为只要徒儿站起来，为师就相信。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相信是学道的出路，什么葫芦？为师说了，不问站着的徒儿答案是什么，也不管对跟错，因为只要徒儿站起来，为师就相信你。是不是啊？第一个站起来的徒儿啊？是。就那么你也笑，我也笑，会心一笑，不就得了？第一题的主题是什么？
我们都坐下吧。地题或许徒儿还没准备好，修道办道随时应考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把心静一静，为师说了，为师不多说话，用游戏三昧来给徒儿启迪真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再问一遍，今日为师要说的主题为何？好，第二点。第二题，要如何让徒儿借着游戏来领悟呢？徒儿先静下心来，看看题目，领会领会。好。每个徒儿手上都有笔吧？有。都有笔记栏吧？有。现在1号对2号，3号对4号，就是找个伙伴，找身边的伙伴。这题为师要徒儿玩井字游戏。什么是井字游戏呢？谁能将符号先3连贯就得了。谁能将符号先3连贯就得了。好，老师慈悲叫我们两个开始。玩游戏，玩井字的游戏，这个大家知道，圈叉大家都知道了哈。得的徒儿站起来，不得的徒儿坐着。知道井字游戏吧？知道井字游戏吧？谁先把符号3连贯就得了。得的徒儿站起来，不得的徒儿坐着。为师还怀疑呢，徒儿是用口画符号的呀，啊？好，都停笔。停笔，听这里。徒儿啊，是智慧不够呢，还是故意相让啊？啊？是的，徒儿吗？打个针。坐着的徒儿啊，是智慧不足呢，还是故意相让啊？智慧不足了。大部分徒儿答智慧不足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站着的徒儿啊，宁愿不要得，也不让吗？宁愿不要学得，也不让吗？那怎么赢来的？不是争来的吗？
觉得自己能够站起来是同修相让吗？是同修相让吗？站着的徒儿啊，觉得自己能站起来是智慧很好吗？都坐下。给为师读一遍第二点。再给为师讲一遍今日的主题。第三点。香气是学业的出路。